主后2023年5月14日，西教会主日礼拜，圣经咱做伙来听读撒母耳记上卷15章14、19、23节。撒母耳讲：安尼哦，我哪有听到牛甲羊在吼的声？扫罗讲：遐个是我的军兵对亚玛力人遐掠来，因为因留上好的牛羊，要献互上主你的上帝，其他的阮拢有甲剿灭。撒母耳甲扫罗讲：你踮去，我要甲你讲昨暝上主甲我讲的话。扫罗甲伊讲：请讲。撒母耳讲：虽然你看家己做微小，主减毋是互你做以色列正治族的领袖。上主用油抹你做王来管理以色列。上主阁派你去，命令你讲：你去甲邪恶的亚玛力人交战，着甲因拢剿灭。你是安怎无听趁上主的话，总去抢战利品，做上主看做歹的代志？扫罗甲撒母耳讲：我有听趁上主的命令，照伊的指示去交战，掠亚玛力王亚甲来，阁杀死所有的亚玛力人。毋过我的军兵对应该着毁灭的战利品中间，留上好的牛甲羊，带来结甲，要献互上主你的上帝。撒母耳讲：上主减意爱烧化祭甲祭物，较赢意爱人尊趁伊的话，你着知，听趁比献祭较好，顺趁赢过羊港的油。陪伴亲像行邪术是犯罪，自个亲像拜偶像是邪恶，因为你弃杀上主的话，伊嘛弃杀你，毋互你做王。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母亲节，咱知影孝顺父母是普世人类共同的价值。圣经也不断教示咱着友好父母。虽然母亲节甲父亲节并毋是教会甲国家正式的节日，毋过咱也重视家庭的伦理以及亲子的关系。上时阵，主耶稣也启示，上帝就是咱的天父，咱也着用对待父母的孝道来听从敬畏上帝，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今仔日，咱要听从的圣经讲道是记载伫撒母耳上卷15章到16章。这主要是咧讲起遵趁上帝旨意的要紧。大先，咱来看分段。第一小段是15章的第10到第9节，这记载扫罗打败亚玛力人。撒母耳奉上主的吩咐去见扫罗。伊出兵主动去攻打亚玛力人，搁着完全毁灭亚玛力人甲因的前生。毋过，扫罗甲伊的军兵伫打败亚玛力人以后，留亚甲王以及遐个上好的前生甲好物，并无一尽剿灭。第二小段。15章第10节到23节，遮讲到扫罗
陪伴上主，上主就去杀扫罗。上主以后悔选立扫罗做王。撒母耳好不容易才找到扫罗，甲伊责备，讲伊无听趁上主的话，简单顾抢战利品，并无甲阿玛力人以及因的精神拢消灭。所以，上帝因为安尼去杀扫罗，毋互伊做王。第三，小段是15章249、35节。撒母耳甲扫罗两人关系决裂。撒母耳原底伊无爱甲扫罗做伙转去，毋过虽然头仔撒母耳毋肯，总是扫罗苦苦请求，伊要认罪悔改，爱撒母耳伫以色列人的面前，甲伊留面子甲尊严，对伊倒去。撒母耳真勉强就对扫罗转去到吉甲，扫罗伫遐敬拜上帝，撒母耳伫遐甲阿玛力王甲处死。了后，撒母耳倒转去到伫拉玛，扫罗转去基比路，各行各个路，两人自迄点到死，拢无搁再见面。第四小段是12章第19、13节。撒母耳甲大毕抹油做王。撒母耳奉上主的命令，总是伊也惊，互扫罗知影追杀，就牵一只牛母去到伫犹大的伯利恒献祭。伊也邀请当地的士绅亚西来赴祭祀。撒母耳照上帝的吩咐，对亚西的囝中间特别拣出大毕，甲伊抹油，互伊做王。对迄日开始，上主的神就完全支配大毕。第五段是10章14节到23节。大毕伫扫罗的王宫，因为上主的神离开扫罗，直到有歹神来扰乱扫罗，互伊心神失灵，精神袂稳定。扫罗的官员就建议伊通找一个教弹琴的琴师来弹琴，互伊得到安稳，甲得到好。后来扫罗听人推荐大毕，伊就聘大毕入王宫做侍卫，替伊举军器。搁伫逐摆扫罗精神袂安宁的时，大毕就弹琴，互伊得到放轻松，恢复元气。大毕也因为安尼深得扫罗的介意，留伊踮伫身躯边侍候伊，也对这慢慢行入以色列史新的时代。大毕后来成做以色列史上界重要的一位王。撒母耳上悬15章到16章，这对咱有甚物款的教示？头一点咧讲到，听趁上主是比献祭较好，听趁上主比献祭较好。撒母耳对扫罗王讲：上主兼
伊爱烧化者甲祭物，较赢伊爱人尊叹伊诶话，你着知听叹比献祭较好，顺叹赢过羊港诶油。陪伴亲像行邪术是犯罪，如果亲像拜偶像是邪恶，因为你弃杀上主诶话，伊嘛弃杀你，毋互你做王。这段是撒母耳千古诶名言，其实嘛毋是干那对扫罗安尼讲，也是对你对我在内所有信上帝诶基督徒安尼讲，也安尼问：咱敢有真实听叹上帝、尊叹上帝话，还是亲像扫罗讲诶是一套，做诶阁是另外一套？扫罗伊并毋是无做啥物，伊表面上伊为上帝大发热心，毋过私底下所图谋诶是家己诶权势、利益、江山。进前伫甲非利士人交战以前，伊惊对伊诶人四散逃走，伊原底有3000个兵。走啊，剩600个左右，因为安尼，伊对上帝失去信心，也对撒母耳失去耐心。伊家己代替祭司献祭，撒母耳就警告伊，毋通做糊涂人，无遵守上帝诫命。也可能因为扫罗拍赢非利士人，了后。伊一直必战必胜，拍到倒赢到倒。搁上帝虽然要找别个合上帝心意诶人来做王，毋过上帝并无随时就剥夺伊诶王位。咱看到扫罗，伊对原起初是一个谦卑搁再谦卑诶人，变成做后来骄傲搁再自高诶人。伫伊心中早就已经无上帝，伊连连甲撒母耳讲3摆：上主，你诶上帝是你撒母耳诶上帝，毋是我扫罗诶上帝。上帝只不过是扫罗谋取更较大权势地位诶工具。上帝爱伊消灭亚玛力人诶所有一切，毋过伊虽然赢，大胜伊所做诶事是去到加密伫遐为家己来徛石碑，采一个纪念碑，炫耀家己诶战功。伊也留亚玛力王亚甲诶活命，这嘛若像人拍蜡掠着狮虎，关伫笼仔内。是咧展示家己诶厉害，家己诶牛。伊留上好诶牛羊精生做战利品，这也违反上帝爱伊消灭圣洁诶命令。再是背叛上帝，家己自高，是弃杀上帝诶犯罪邪恶诶行为。中国话讲，这叫做阴奉阳违，阴奉阳违。喙讲甲诚好听，毋过内心所想诶甲所做，拢是乌鲁木齐诶代志。咱台湾人诶讲法，就是讲原底看起来过去是清流诶政治家，毋过后来变质。走样、走味、走精，就成做政客，到落尾变成做一政治术仔，也是政治佬仔，真了然枉然。这实在是真可悲、可叹、可恨。咱的主耶稣是一个孝子，无论对地面上的爸母约瑟、玛利亚，还是天父上帝。拢是安尼，
咱也爱对咱地面上的父母尽孝道，也对天父上帝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听主上帝。第二，毋通互上主艰苦心，毋通互上主艰苦心。撒母耳上卷15章到16章呢，甲上帝用拟人法正人性化描述。上主讲：我后悔选立扫罗做王，因为伊背叛我，无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死以前无甲扫罗见面，因为伊为扫罗忧伤。上主嘛因为有设立扫罗做以色列王，艰苦心。遮讲到着上主伊会后悔，伊会艰苦心，上帝嘛会心艰苦。心受伤，这是非常感性、有温度感情化的讲法。敢讲上主是上帝，伊袂事先知影扫罗会变款。敢讲上帝是选毋着人，选扫罗去做王，后来才后悔，佮艰苦心。其实上帝毋是遮低路，咱若看列王记、历代志录，咱会发现上帝伫每一个时代拣选人做王，有袂少王也看起来无偌好，甚至是歹人歹王。毋过上帝会选用因，表面上看起来袂输上帝眼光也无好到倒。总是实际上是咧描述讲，人互上帝害头失望，并毋是上帝的眼光歹智到选歹人来做王。上主原本伊去中扫罗选伊成做以色列的开基王，这是偌尔大的恩惠甲荣辱。毋过扫罗渐渐变质走精，伊认为成做王是伊家己的熬，是伊家己的本事，也是伊拍下的江山。伊无掠这是上帝互伊的来感恩，伊袂输去即个手去互魔界即个手指甲伊异化，伊对上主的仆人煞变成做是魔鬼的奴仆，这真可悲也真毋值。保罗讲，咱做基督徒就是上帝的儿女，咱是光明的囝儿。毋过咱也毋通搁再犯罪。以弗所书第4章30节讲，毋通互上帝的圣神忧伤，因为圣神是恁属上帝的印记，保证恁伫拯救的日得到透放。第三，上主是袂改变心意的。撒母耳上卷有袂少智慧的金句，其中伫15章29节，则讲以色列的带领者袂白贼，嘛袂改变心意，因为伊毋是世间人，伊袂改变心意。12章第7节，上主得看无亲像人得看，人看外表，上主看内心。
上帝是有感情的，所以上帝伊会当体会体贴人真正的需要。咱做来听读希伯来书第4章14节到16节，咱做伙来读。既然咱有一位伟大的大祭司，上帝的囝耶稣，已经上天到上帝的面前，咱着坚守所宣认的信仰。咱这位大祭司毋是袂体贴咱的软弱，伊伫逐方面拢亲像咱有受试探，不过无犯罪，所以咱着好胆就近上帝恩典的宝座，通领受伊的怜悯甲恩典，做咱需要的时的帮赞。咱的主，咱的上帝是有丰富感情的，所以上帝才有恩典、慈爱、怜悯，通成做咱需要的时及时的帮赞。总是上帝伊所计划甲伊的心意，是袂对着人的失败甲软弱就中断，还是改变。上帝会做修正、调整，然后计划照常，心意不变，直到达成目标、完成愿望。所以上帝竞选扫罗虽然去杀上帝，也受上主甲废立了后，上帝伊阁另外竞选合伊心意的大笔，继续做新王。这犹原是成全上帝伊家己要通过立王来带领以色列国家甲人民的心意是不变的。当咱了解上主是永袂改变心意，搁上主是看人的内心，毋是看人外貌的上帝，咱就会互上帝伊的大权能甲公义圣洁感动着。咱会知影，毋管世间甲人以及环境是安怎在改变，总是上帝对世界、对人类的历史，对伫你我咱的拯救的计划的恩典是永袂改变的。听咱上帝，才会受上帝祝福。孝顺父母，毋若上帝欢喜，这也是有加应允的诫命，会互父母得到安慰。上帝伊是永远袂改变心意的上主，愿咱心清气，行做也合伫伊的心意。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的听，阮伫早起透过所听的圣经，阮知影阮着爱听咱的主，毋是会照阮家己的意思来曲解上帝的心意，甲圣经的话语。求主你也看顾帮赞，互阮也诚侪会体贴上帝、下主心意的人，无主你的圣神忧伤心艰苦。主，阮嘛感谢你，因为你是永袂改变心意的上帝。所以虽然伫这世间，人会改变，环境会改变，毋过上帝你的听甲旨意永远袂改变。你的救赎恩典计划是永远袂改变，互阮看见，主你的袂改变，阮的心就得到安稳自在。阮伫你面前献上感谢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上帝行做伴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